这个嘛，可以永远是。这什么嘛？完了，这个是中包的，这个基本上他们看到麻烦这么旺人家。对对，这是很不错的招。刷车。啥灯了呀？啥灯都不来。要多这些可惜不的。哎，有的可几万出来谁了？没挣钱啊，俺就是几个么了？我结婚了，能学的俩有个。Io non sono ma con cosa io non moto in se anga nya dilio no dilio angilio da这腿跑的就是差人的噻。我爸爸的妈妈你不干嘛？不了。爸爸你这样嘞，我不去了，我来，我去的。这样，你可喜欢这样。
这草人干的，草人是从啥？咋的呢？妈妈咋弄？我看几岁？他去看地点能开。哇，吃我比这吧，行。你妈是还是？是吧？你妈的。你做完了吗？哦。看我做一张。去选啊？花生咋看见？对。俺们吃的就是菜。好的。小老弟，别个不搞不清。新来了。哎呀，你这不行了，哎，这不是吃完大呀？哎呀，准备破水了吗？阿宝，跟这个小布车，他都在吃这个了吗？哦，现在打开打的那个品种是哦，你看看还是我吃。
我想那个嘞，我是这样子的。这韩国这种那个，其实那个小老的是俺们不看说钱说弄不了，不拉就会难我给。Dùm lâu.你要快到以后跟他们一起，稍微站在这个角度，但是当心他们的水啊。他哥，一个三过来，下课了，是的了，吃太厉害了。21要是我这个谁？别搞了，你把婆婆给手上，那个几十个垃圾啊！我出来了，你给我不要那个怎么笑什么的呀？这些就不是给他上不是给上的。上去开最小。这个吃啥什么的？加油！要站住，有技巧。不高了，稍上。突破完了是吗？没有吧？不高了。哎，你不认识那不行了，你看你老婆这个不行了。还没有考验上，他们就已经好弄的了。我也在这儿是老枪不需要通过对的。
자.你是手机是找到人家的事。上海是上不课。现在这都话，这啤酒人家先走了脚，叫啤酒人家先这个都在那谈。我这个他走上去走了脚也没两副嘛。我收不了，收不了。喂，俺得做他了。我说他妈听你们干啥了？这谁谁都造成这一直都我操，咱们是这边是啊？后面你来我玩去嘞，我这你们玩家那点，俺这个都干。开个啥子？开个啥关系？自己过来。我又不这个谁的事？不错，俺都养俺差点，这都养我这是。看你去。
3만 이거는 저거 했을 거지. 아니 그라이나 거두면 뜨거. 잠수 해야 돼.喝醉了可怎么办？这个酒又喝不醉，喝个半瓶嘛。大家都知道我喝1杯就醉了。来嘛来嘛，你是要我唱歌给你听，你才喝对吧？不是不是，你看，有。不良热情。一阵又穿过，在可惜永久。对了吧？对。你看买的什么茶？上，坐着吃了。怎么跟他吃都的？啊，这吃这个了。我吃的。你没吃的？他今天可能喝了不少吧？我酒都没有喝了。我看你已经喝过了。看哪里看你喝过？我酒都没有喝过。你肯定喝过酒了。如果我没有喝，你怎么办？打赌。我不打的，我看到跟你打都害怕了。来嘛，就喝到这里嘛，你要开车嘛，喝到这。好了嘛。走吧。坐着，好好坐着。不吃了。不吃了，谢谢。吃完了。不吃了。谢谢哦。哎呀，好吃，会喝了是不是？会喝了。不是，我吃了很多，他们给我加了。是吃一不加2的。你这个不错。想不想
不能把它过来的。我你那也是。当过兵的，回来了就想回去。去的时候在那个队里面吧，想回来。哎，你看这什么中间的俺这个说，也是吧？现在想起了，那时候想起了，在里面。你说这个吃过吗？你看这个这个什么？早晨很早就过起来，来准备一起结婚。几点钟起来？3点钟起来，这么早起来干什么？这么早？这个会不会在电视上播呢？这什么吃不得嘞？这早他们在电视上的。我俺头没，印头也是没。
20万人都是会干的。下发节目是啥的？节目是下面个节目跟我有什么个事嘛？恁的，我刚跟伢嘛。这次跟我的，这次跟我是几个事啦？我吃的饭我不吃多，哎，你他就是那个呀。出个那个咱们，这个到个呀，对，你哎，这你么？你这我不就得这怎么说什么个说？你是不是了？等要到不要是吧？这是我就自个跟我跟俺跟你嘛。我俺们当面人在一起了。就是什么知道？我先讲我们。这俺这俺把这个那跟我什么？我吃俺们这边我什么？就你最困难的。你说对了啦，就是那个他们就觉得他你么？俺们姑娘多大习惯？你么？哎呀，有时候就这样的嘛。啊，是有时候我们吃到哪里呢？这什么些俺们送我在这么过。我把亏死了的。啊，亏死了的嘛。为什么？对，有危险的时候。那第二条一么不是那么认真，有的骗子也不用。哦，对呀，你是啊，你说你看，俺俩对你是不是啊？你看，肯定我的意思嘛，是不是？那个啥啥，我就去学。哎，刚才我在学那个。哎，俺们也是个。不是，是不是啊？你不知道他是他的意思，不然他的白一个。干嘛？这哪是路灯吧？我家里面开车就这个嘛。那回去嘛，是吧？我希望我自己不破。我的妈！啥你说你看到？哎，你什么啥？那我做了什么个？我看到要到这屋里。你怎么样嘛？是不怎么样？俺的付小宝。我付小宝。这是什么事啊？那我怎么呢？他的我意思不能，他的反应在怎么样？去吧。不行了。哎，你哎，来，他不给你们上车。那个是我的事。不对，我是他的什么事？是不是差不多的？是不是？你快过来吧，咱们的。你快不这里还喂？哎，你别拿走，你不你快这里还你快？那是呢，你不去进这个去了。这就像我不过去了，对吧？